吳校長、各位老師、各位同學，早晨！我係6A 廖奧森，我係6A 吳夜雨。今日我哋要為大家介紹下人工智能安全。夜雨，你知道人工智能安全可以發展一日千里，大膽咁改善我哋嘅生活？梗係知道啦！中國正在擁抱人工智能，力爭2030年成為超級科技大國，好似 DeepSeek 引起全世界關注。咁你知唔知咩係人工智能啊？簡單嚟講，人工智能就係好似一個聰明嘅大腦，佢可以學習、思考同埋解決問題。講得啱，人工智能可以幫助我哋做到更多事情，令生活更方便。人工智能的確令生活更美好，例如可以幫助醫生更快速、準確咁樣診斷疾病，提供更好嘅治療方案。自動駕駛技術可以減少交通事故，等我哋嘅出行更安全、更便捷。無人商店同智能客服嘅應用，令生活變得更加便利同高效。點解人工智能安全咁重要嘅？人工智能安全係指通過採取必要措施，防範對人工智能系統嘅攻擊、入侵、干擾、破壞同非法使用以及意外事故，使人工智能系統處於穩定可靠運行嘅狀態，以及遵循人工智能以人為本、權責一致等安全原則，保障人工智能演算法模型、數據、系統同產品嘅應用完整性、保密性、可用性、穩健性、透明性、公平性同埋隱私嘅能力。講得啱，面對人工智能帶嚟嘅機遇同風險，國家堅持人工智能嘅使用同研發必須倫理先行、安全可控、公平普惠、開放包容、和平利用。作為學生，我哋需要保護個人信息，防止隱私被泄露，確保人工智能系統嘅數據安全，防止數據被濫用。最後，我哋要負責任咁使用人工智能，防止 AI 被濫用。最後，我哋就送4句金句俾大家啦。AI 聰明本領高，幫你解題快又好，可靠可控防濫用，自用 AI 領風騷。多謝大家。